弟兄姊妹，2026年新一年開始，基教部會為大家預備一條從頭腦認識到經驗感受，再到價值更新，並且走向行動實踐嘅成長之路。今年嘅主題係神恩呼召塑造家庭。我哋相信家庭唔係偶然而成嘅，而係神恩典之中嘅呼召。佢喺家庭之中塑造我哋，亦都透過家庭成全信仰。今年嘅主日學會按照3條路線設計課程。第一係按照書卷教導嘅聖經課程，幫助我哋喺神嘅話語當中扎根。第二係基礎課程，為初信者或者希望重整信仰根基嘅弟兄姊妹提供穩定成長嘅路線。第三係異象課程，會圍繞4個主題展開，包括婚姻關係、教會歷史與信仰成全、生死教育同埋家庭如何塑造生命嘅主題。4季嘅異象課程會從家庭、歷史、關係同埋屬靈旅程切入，以生命轉化為核心。而第一季嘅聖經課程係以弗所書，基礎課程係創世記嘅第3期，異象課程則係盟約與恩典，婚姻中嘅信仰與同行。所有嘅課程都會隨住每一季開始，可以喺教會官方網頁報名，亦都設有實體表格。如果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向基教部嘅委員或者李耀希傳道聯絡。